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鼓励40岁以下的青世代艺术家来投入歌戏的制作。经过1年的甄选，最后选出5组的演艺团队，因把这歌戏音乐剧等元素结合做伙，融合到社会议题，编写新戏文，希望会当吸引到更较侪少年人来看戏。我是我家己家己的代志，有啥物唔对？ 生做男儿心，毋过说真爱做尖子，但因为阿爸无认同，可以真痛苦。将性别认同的议题结合传统的歌戏，主题真有创意。国立团艺中心精选出5出全新编写的戏剧，透过新世代编剧的创意，希望会当吸引少年辈做过来看歌戏。过去歌戏在整个编剧跟导演的发想过程中，都是非常成熟有经验的一些前辈。 可是，在整个新时代的投入之后，我觉得从这次的成果中，我们得到了丰富的开始。传统文化要延续，唔但爱对时代行，上重要的都是爱顾观众。为着要吸引少年人来看戏，这摆5出戏有这摆真受关注的性别认同议题，嘛有结合现代音乐剧的表演方式。编剧将时代背景选在1911年日本拄来台湾的时阵，新旧文化冲击甲融合，和歌戏变甲真无共款。 在这个时代里面，其实有很多，我认为有很多传统现代交汇融合的状况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很像歌仔戏，就是咱歌戏会当唱传统调，不够唱现代衫。借由这样的一个父子冲突也好，或者是外在的一个勇气的追寻，能够给当代的年轻人透过我们台湾本土文化的歌戏。 给他们一些的勇气、鼓励。鼓励40岁以下的艺术家投入歌戏创作。歌新世代这个补助计划，敢若书前的精选都用要1年时间。为5月份开始，这5出戏会伫高雄中山堂做展演，要邀请大家进入剧场，做过来感受新世代创作的歌戏有偌迷人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